各位朋友，今天跟各位聊斷捨離，不是失去，而是重生。人生走到某個階段後，很多人都會突然明白一件事，有些東西不是你努力抓住就一定留得住，有些人也不是你拼命挽回就一定會回頭。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3個字：斷捨離。很多人以為斷捨離只是清理房間，丟掉舊物，但真正高級的斷捨離是清理內心，釋放過自己。這個世界有一條很現實的規則，無論什麼關係，只要你決定放棄不要了，這道題其實就已經解開了。最痛苦的從來不是失去，而是你明知道已經沒有結果，卻還死死不肯放手。有些人離開了，你還在反覆翻聊天記錄；有些感情爛掉了，你還在期待它突然變好；有些答案早就很明顯了，你卻還執着地追問為什麼。可人生最消耗人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真心被辜負，不甘心付出了那麼多卻沒有結果，不甘心結局配不上當初的滿腔熱烈。但你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你不夠好，而是它本來就不屬於你。就像握不住的沙，你抓得越緊，流失得越快。人這一生總會經歷幾次徹底的心碎，你以為自己熬不過去，可很多年後再回頭看，才發現原來那些離開的人，那些崩塌的關係，那些曾讓你痛不欲生的失去，其實都在替未來的幸福騰位置。有一句話說得很好，無愛可破前局，無情可破全局。當你開始不再執着，不再卑微討好，不再拿別人的態度懲罰自己，你的人生才會真正開始轉運。因為真正的成熟不是學會擁有，而是學會放下。斷是清醒，看清什麼人該遠離，什麼事該停止。捨是成全，成全別人離開，也成全自己解脫。離是重生，離開錯的人、錯的圈子、錯的執念後，你才有機會看見真正屬於自己的世界。很多人害怕失去，其實你真正該害怕的是因為捨不得而把自己困在一段早已沒有未來的關係裡。請你永遠相信，人生沒有不能愈合的傷口，也沒有永遠走不出的低谷。那些你失去的，最後都會以另一種方式回來。也許是一份更好的感情，也許是一種更平靜的內心，也許是那個終於學會愛自己的你。所以，別再為打翻的水流淚，別再替離開的人熬夜，別再對爛掉的關係抱有幻想。敢於斷捨離的人，命運最後都會獎勵他一個全新的開始。記住一句話，有些結束不是失敗，而是老天在替你翻頁。